歡迎嚟到老 Sir 數學教室。咁我哋今日咧睇一睇個時事嘅數學題咁樣咯。咁我哋咧就見到咧有架新幹線啦，咁就平時嚟講係會以時速160公里咧咁就去行駛嘅。咁就個預計咧11點喺個車站出發，12點就會去到個目的地。但係咧佢6分鐘之後咧，咁就有段時間就發牛頭，就係用好慢嘅時速36公里咧就去前進。咁為咗趕翻個進度咧，咁佢就以時速175.5公里咧，咁就行完剩翻嘅路段。咁最後咧就可以趕得切喺個12點嗰度咧就到達目的地。咁請問佢發牛頭嘅時間咧有幾多分鐘咧？咁我哋首先咧就揾到個距離先。咁我哋已知道咧平時個速度咧係時速160公里每小時。咁由於咧距離係等於速度乘時間啦。咁我哋咧就可以計出咧，咁就係佢總距離係160公里。咁首先我哋可以叻翻個慢速時間為 x 小時先。咁頭嘅6分鐘咧係正常嘅速度乘時間啦，所以我哋咧就可以計翻咧佢個係16公里嘅。而慢速嘅距離啦就係慢速嘅速度乘時間啦，咁所以講我哋就可以計到係36x公里。咁快速時間有幾耐啊？咁就係咧將全程1粒鐘啊嘛，咁就將嗰個慢速同埋個6分鐘咧就加埋一齊，咁就盡一減翻佢出嚟，咁就等於0.9減 x 啦。咁所以講快速嘅距離咧就係顯示如下啦。咁最後我哋咧就將佢嗰3段嘅距離咧加埋一齊咧，咁就等於個全程嘅距離。咁我哋咧可以計到咧係139.5x 咧就等於13.95，所以 x 係等於0.1啦。咁由於我哋咧個 x 係用個鐘頭嚟做計算嘅，咁所以講咧我哋咧就乘翻60咧就等於6分鐘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個短片咧就到此為止啦，多謝大家。